的环境当中，总是咱感谢上帝，互咱有这个稳定来到伫伊的殿，献上咱的感谢。伊是主，伊是全能的上帝。圣经讲，伊是以变以谢的上帝，到如今拢帮赞咱。过去安怎帮赞咱，今仔日也要安尼帮赞咱。相信咱要伫主的听内底，通过一生的年日来经历上帝的同在甲真实，并且会通用咱的活命来见证咱的主。咱所以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也为着咧受苦的兄弟姊妹病痛当中，这个淑萍姊妹，伊有这个腰鞘的癌。了已经拖到规身躯，现处是伫咧安宁病房，求上帝亲自保守照顾，甲家属三甲做伙同在，愿主的稳定平安，家庭伫其中。咱仰望主，有真济代志咱未明白，总是咱会通伫主的内面讲，主啊，你存留我的活命，我就是要为着来见证你的名，互我活地，毋是干那活地，是会当活出上帝你创造我的目的甲荣光。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主，我要感谢你，你的听到如今一直拢伫咧。阮所以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你，主啊，阮伫这所在来献上阮的感谢，就是你存留世间的活命，你无照我的过犯待我，乃是用十足的恩典，12万分的疼痛，亲自享受伫世间的身上。主，我甲家己搁再一摆交代奉献伫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施恩赐福，照着你家己的疼痛来保守、来照顾。主，互我会当对着弯曲的道路内面，行倒转来伫上帝你家己的救恩内面。你是主，是上帝，你将着你家己极大的能力，丰丰富富加添，享受伫遐超找你的人，遐伫困难当中挣扎的人。主啊，你要帮助阮。阮虽然活命内底。伫迄个所在有真济这个力量，但是主你要帮助阮，要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倚靠你。主啊，互阮无搁伫迄个所在力量，乃是会通对你的听内底，甲主你三甲徛起。主啊，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会通伫这个世代内底，真正活出上帝你儿女的款式，活出德性的款式，活出德性的活命。主啊，互迄个阳光的活命充满伫阮的内面。你是主，是上帝，要亲自享受你家己的疼痛伫阮当中。独独你甲阮三角徛起，阮就有绝对的平安。也因为你的能力来预备伫阮的身上，所以阮就会通倚靠主。所以阮的主啊，阮仰望你，搁再一届伫阮的身上来行迄个奇妙、搁奇妙的工，互阮甲主你三同行，互阮靠主你心内有绝对的能力。主啊，互阮对着一个受照顾的人。通真侪一个分享祝福的百姓，主不但是安尼，还阁会当行出上帝国的观念。主啊，来帮助阮，帮助阮，照你的话所讲，阮活着毋是干那靠食物，乃是靠阮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语。主，你就要伫阮当中成就这一切的美好。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愿你的听丰丰富富充足伫阮的身上显明。愿阮的生命。完完全全交托伫主的手中，互主你来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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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这才是阮真正活着的目的甲意义。帮助阮，互阮进入伫这个祝福内底。感谢主，听阮的恳求，成就你家己心中的意思伫阮当中，通互你的名伫阮当中受应该得到的荣光。阮献上感谢、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请江伟兄来报告。这平安，感谢上帝听堂，互咱感受每一日拢美好祝福的日子。消息报告：第10月今仔日中午，今仔日10点15分，请中青同工到地下室召开相亲的同工会。第二，今仔下午1点到5点，教会1楼会堂祝福 YMCA 岁末音乐会。需要请兄姐安静按两边来出入。
第三，12月20拜三暗时7点半，台南 YMCA 的合唱团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韩德尔神迹弥赛亚听甲和平的呼唤。当日教会祈祷会将暂停，一同前往灵享，敬邀兄姐踊跃参加这难能可贵的演出。第四，教会12月22拜五暗时7点半，圣诞联欢会将以全馆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欢迎兄姐家中若有专心用袂到的物件，请提供教会做游戏奖品之用。请伫12月15以前带来教会到孟村传道来统一整理。感谢兄姐听心侍奉。第五，12月24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为有意受洗者，请向牧职同工来报名。已经报名者有黄文景、叶天赐兄弟。第六，年度跨年祈祷会定伫12月31暗时9点半到12点10分。举行，敬邀各位亲爱兄姐一同来诉说上帝赐予咱规年的恩典，并一同仰望上帝赐阮带领未来新的一年。另外补充报告，因为今仔日因为组长同工拢要伫地下室开会，所以煮饭加花今仔日暂停营业。以上报告，刚好补充报告，谢谢。来，亲爱兄弟吼，游完搁再一届诚心邀请吼，咱伫即个第3点，哦，12月20礼拜三，哦，就安尼应该是，哦，过后礼拜三啦吼。所以请大家斟酌一个时间，吼，咱的祈祷会暂停一届。其实嘛，袂当讲或者暂停，咱就是刷过迄边用灵性诗歌，同齐做伙来礼拜，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吼。所以诚心搁再一届邀请兄弟姊妹，当伫12月20礼拜三阴暗7点半，吼，同齐做伙来到文化中心，吼，同齐做伙做这个礼拜。了另外，若是有咱有这个选买订买这个黎明的向阳园。即个鸡卵的吼，请等下去后壁的所在吼，一盒是160块，吼，搁再一届即个向阳园的兄弟姊妹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对着因园区的关心，愿上帝祝福大家，吼，谢谢。咱甲时间到敬拜团。有真正欢喜无？是真的也是假的？也是假出来？真的吼，好咱要用真正欢喜的心吼，为咱内面唱出来这个快乐的心吼，来学乐咱的上帝。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用着听欢喜的心，咱要来歌唱，来学乐上帝，咱要来弹琴哈利路亚。听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当作为真奇妙。咱为了用声诉说你的荣耀，专心来学乐你，个跳舞，个用乐器来欢呼，天地人唱歌，见证荣耀，我不容易讲你，三个主一点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你用声诉说你的荣耀。专心来学乐你，个跳舞，个用乐器
来欢呼，天地人唱歌，见证荣耀，大君王已降临，宣告主已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你的圣。有圣灵在咱的心内面，咱就欢喜着跳，咱就将一切荣耀乐拢要归给上帝。因为大君王已经荣耀降临伫这个所在，这是咱要来感谢，咱要来乐伊，互伊伫咱的会中伫来掌管所有的一切。这个时阵，咱来感谢，来欢迎这位大君王。主，我们欢喜，我们快乐，着跳来敬拜你，我们来称颂你的名，唯有你是主，你是全地主，你是全地王，你是万神的神，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哦，主，你是荣耀的大君王，主啊，你已经降临了，主啊，你已经得胜了，主啊，你为死亡，你赢过死亡，你赢过这个黑暗的权势，上帝，你将得胜放伫阮的内面。主啊，我们来倚靠你，我们来颂赞你的名，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王。主啊，我们来乐，我们一生拢要来乐你，来颂赞你的名，叫万民都能够真的是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主啊，咱来称颂主，称颂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大作为真正奇妙。主，我一生拢要来跟对你，拢要来颂赞你，哈利路亚。我要大听我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下流涌下出神你的荣耀，专心来乐你，大个跳舞，大个用乐器来欢呼，天地人唱歌，天真荣耀，大公公已降临，宣告主已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你的圣。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下流涌下出神你的荣耀，专心来乐你，大个跳舞，大个用乐器来欢呼，天地人唱歌，见证荣耀，大君王已降临，宣告主已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敬上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跟得胜，哈利路亚，你的圣，哈利路亚，你的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已经得胜了。主啊，我也将一切荣耀、荣光拢要归给你，拢要归给你。请坐。
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主愿需要你的同在，有你的同在，愿若是会当完全来得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用阮的嘴，用阮的心，用阮的肢体来学了你。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阮的盾牌，唯有你是阮的诗歌，阮的拯救。谢谢主。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心上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引导，更是予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葦葦攻击我，你向前我无惊在爱。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心上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引导，更是予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葦葦攻击我，你向前我无惊在爱。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虽然对着葦葦攻击我，你向前我无惊在爱。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有主的同在，会当予咱完全得胜。即时咱心内若有啥物的挂虑，啥物艰苦的代志，还是病痛，咱拢交托伫上帝的身手。咱知影伊是信实，伊是主爱的上帝。咱若祈祷，主会垂听咱的祈祷。伊要透别咱，赏赐伊的圣灵，甲咱同在。即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有声无声的祈祷，主要垂听咱的祈祷。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恳求你怜悯我，怜悯我。主啊，有这这的重担，这艰苦的代志。主啊，阮有身体病痛，主有时阮无法度好来处理、来解决的事，主，阮只有来仰望你，来倚靠你。主，你是垂听阮祈祷的上帝，你看顾阮，你扶持阮到如今。主啊，阮的心伫你的内面，虽望外口有济济这的艰难，但是阮要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得到平安。主，感谢你，互阮会当时时来学乐敬拜耶和华。主，阮会得到能力。主，你甲阮同在，啥物困难的代志，阮拢会当得胜；啥物困难的代志，拢会当得到解决。主，阮感谢你，阮也要将荣耀、学乐拢要归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心上学了你的名。
来互阮完全来得胜。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愿一生来倚靠耶稣来得胜。主你得胜的快乐，加添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的身上，也互阮带着一个使命，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主啊，无论伫逐个所在，你收束互阮迄个火热的心，互阮真欢喜来传扬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也好济人会当来认捌耶稣，会当进到上帝殿院内面来敬拜主，会当活命会当得到拯救。主，这是你互阮的大使命，也互阮伫这个末后日子，趁着天佮光的时，阮紧紧来去传扬福音，因为乌夜就要来到了，互阮会当常常来警醒阮家己，做上帝工。这是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将这个讲传福音，成做咱的祈祷。我要去传福音，你福音东向右，任何处拢需要主恩歌，千万人为路有主爱的感叹，我要去将福音讲传扬，我要去。
亲爱的爸，阮来到伫你面前仰望你，阮知影这是你吩咐阮的大使命，互阮会当借着上帝你的同在，借着耶稣基督赏赐互阮的权柄甲能力，互阮会当去到伫逐个所在，伫当中传扬上帝你的福音。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恳求你搁较济赏赐互阮，互阮有即个传福音的恩赐，互阮坚定阮的心志，互阮会当知影，阮要怎样会当借着上帝你的恩典来去传扬。主啊，特别是伫即个圣诞的节期当中，这是一个会当互搁较济的人听到上帝你福音的大好的日子。主啊，阮特别来到伫你面前，恳求你赏赐伫教会当中，互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即个心志，会当伫当中讲传上帝你的福音，会当搁较济，互阮的厝边，互阮社区，互阮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会当拢伫当中经历上帝你奇妙同在的疼痛。主啊，求你引带伫阮活命当中每一个时刻，互阮的心。互阮的一生，互阮的活命，就是咧为着上帝你的福音来做见证。愿你亲自显明你的荣光伫阮活命当中，互阮一心超找你，一心跟对你。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心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现在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文第50篇，启文第50篇。我来客，现在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既若属我无结果子的树枝。伊就种去。现在恁因我讲互恁的道已经清去了。恁爱常伫我的内面。树枝若无常伫葡萄树顶，家己就袂当结果子。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因为离了我，恁就袂当做啥物。人若无常伫我的内面，就亲像树枝，等伫外口孤单。恁若常伫我的内面，我的话也常伫恁的内面。恁多结果子，我爸因此得荣耀。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门。下面正道的时间，咱请少伟传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疼痛，已经到伫12月份，今年已经要过。咱有缘感谢主，引带伫咱一生伫咱一年的年日当中，得到上帝侪侪看顾，互咱有缘，阁会当伫礼拜日同齐来做礼拜，同齐来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真正足疼咱的证据。这时咱着同心要继续要用听道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同齐来掀开伫周报的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伫旧约圣经
诗篇90篇，这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伫诗篇90篇，现着请咱着同齐，咱齐声来上读，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基础，自山毋捌生出地甲世界，你也未造成。对经过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归伫尘土，讲恁世间人爱归回。伫你看过，千年亲像已经过的昨日，又搁亲像夜间的一更。你叫因南水冲去，困一醒。早晨因亲像小草，早起时不愿生长，暗时挂落就孤单。阮因为你的生气就消灭，因为你的愤怒来惊吓。你将阮的罪孽摆伫你的面前，将阮的阴恶摆伫你的面光之中。阮经过日子，拢伫你的震怒之下。阮度尽的年岁，亲像一声吐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会当到80岁。但其中所悬看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阮便哪飞而去。啥物人会当像晓得说？啥物人会当借着你，因为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阮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耶和华，阮要当到当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互阮早早把得你的慈爱，好叫阮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互阮受苦的日子，甲阮遭难的年岁，叫阮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因的子孙显明。愿主，阮的上帝的应许归伫阮的心上。愿你建立阮手所做的工，阮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阿门。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知影，阮一生的年岁，拢伫上帝你的手中。阮一生所行的每一段路程，拢有上帝你的引带。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着谦卑来敲找你，因为阮知影，离了你，阮着袂当做啥物。主啊，只有你是阮唯一束缚的源头，互阮对着你，阮的一生着得到上帝你所引带得胜甲丰盛的稳定。阮感谢你，愿你束缚下面的时间，互阮对你的话语当中，搁一摆明白你，经历上帝你奇妙的疼痛。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题目叫做是永远的基础。永远的基础，这就是伫咱活命当中，咱一生会当徛起的所在。对现在的人来讲，对现在世间人来讲，想要找到一间会当徛起的所在，是。可能是即摆的人要用一生的年岁来努力，才会当得到的。所以，侪侪人伫即摆的时代当中，侪侪人为着想要趁到一间厝，所以就用一生的年岁来努力。这表示讲，一个徛起的所在对人来讲真重要。因为一个徛起的所在真重要，所以呢，有真侪伫卖厝的人，拢会伫当中做真侪真有吸引人的广告。所以咧卖厝的人伫当中，拢会有一寡的广告词，要互人看到就感觉讲哦，这间就是我想要买的。就亲像有一个广告词叫做哦，伫国宝级的场景，永久的徛起的管理。哦，这就是讲哦，若是住伫遮，哦，就会当永远对你的房间、对你的厝内面，就会当看到一个国宝级的场景。哦，这是真正
真侪人欣赏想要得到的，也是有一个广告词讲到，当你会当选择的时阵，生活较是享受。当你真正你有够即个钱，有够即个能力，你会当去选择讲，我想要徛去伫倒位，安尼你后来的生活，才是真正你的努力所换来的。过来就是一个即个广告词讲你的厝将要伫历史当中留名。这真正有吸引人，互人感觉讲若是我住伫即间厝，若是我住伫即个房屋，安尼可能我的厝就会伫历史当中留落即个名。对这个广告词，咱拢会当看出人对徛起伫倒位、住伫倒位是非常看重的。甚至侪人用伊的一生，就是咧追求即个因心内面想要徛起的所在。你的徛起的所在，就代表你规个生活的环境。你生活伫什么所在，甲什么人做伙，会影响你一生的发展。所以伫古早中华文化内面有一个成语，嘛是一个故事，叫做是孟母三迁，就是讲因为古早时阵，迄个明主伊的妈妈，伊就想要互伊的囝会当未来的发展会当更较好，所以伊就3摆去刷伊的所在，3摆去搬厝，就想要安怎？想要去找到一个真正是会当帮助伊的囝，会当伫未来会当学习了更较好的环境。所以伫现在社会当中，每一个人只要会当选择，可能拢会想要选择一个家己欢喜、家己感觉这是我想要爱的徛起的环境。但是呢，伫古早时阵并毋是安尼。其实伫古早时阵，真侪人是无有即个选择的权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古早时阵的人并无亲像咱即马会当想讲去行到伫倒位，拢有一间厝咧起，拢有一间厝会感觉讲即间厝看起来袂歹，我有钱我就会当来买。古早时阵的人，定拢是安那，拢是一出世伫什么所在，伊就徛起伫什么所在。甚至是咱会当看到讲，伫诗篇当中，这篇诗篇当中所讲的，伫摩西的迄个时代，这篇诗篇呢是摩西的祈祷，摩西所踮伫的时代呢，佫较无可能有即个选择的机会，因为迄个时阵，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伫旷野当中来流浪，因为旷野当中，每一天安那，咱会当去想看觅，以色列人伫旷野当中流浪的时阵，每一天安那早起时就安那，就要开始甲因的长辈就开始要提早，就要刷去伫另外一个所在，暗时伊就伫当中安营要来休困。所以因每一天徛起的所在是无共款的，对着因的，敢若是因的长辈尔。这日子会当讲是安那，是居无定所，就是讲因每一天拢徛起伫无共款的所在，因安那会当找到一个安稳的所在来徛起呢。但是虽然是安尼，但是对摩西的祈祷当中，咱会当看到耶和华上帝，伊非常眷顾以色列人。因虽然是伫面对伫旷野当中流浪徛起40年的残酷的环境当中，伫这个真艰难的环境当中，无跳过摩西的祈祷，甲人讲上帝的慈爱，上帝要亲自成做因徛起的所在。上帝要亲自成做因徛起的所在，就亲像今仔日的诗篇讲的。摩西伫当中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基础，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基础。虽然伫当时的以色列人，因无一个稳定的伫世界顶面徛起的所在，但是因是永远住伫上帝内面。所以到伫今仔日，咱要来想看觅，到伫今仔日，上帝是怎样会当成做咱徛起的所在呢？咱阁会当怎样生活伫上帝即个基础当中呢？
咱就要对今仔日的诗篇当中来分享。今仔日的诗篇当中，咱会当发现伫即个诗篇当中有真侪甲时间有关的名词，甲时间有关的名词。譬如讲啥物呢？譬如讲，咱会当讲到世世代代，讲对经过到永远，咱会当讲到伫千年，讲已经过去的昨日，讲到夜间的一更，讲到那亲像困一醒，搁有讲到早晨，讲到暗时，讲到一生一世。这是伫规个诗篇当中，咱会当看到，即个诗篇90篇当中，摩西用了真侪甲时间有关的名词来形容。咧形容啥物呢？咱若将这个时间的名词来分类，会当分做啥物呢？分做安那？分做伫遮有安那有长时间的，搁有短时间的。遮个世世代代对经过到永远千年一生一世。这拢是安那真长的时间，甚至是咱袂当用算来算出来。但是呢，短时间的完啊，就亲像已经过去的一日，亲像困一醒共款，亲像一日当中，这代表伫诗篇即个诗篇当中做这两个分类，有长时间的，也有短时间的。短时间代表的，就是摩西伫当中咧怨叹讲人的生命真正是足短暂，人的生命真正是足短。为什么足短呢？有的人生活伫即个世间生活，其实生活真久呢。伊的年岁可能已经到80-90岁，甚至是100几岁拢有。为什么讲人的活命是真正足短暂呢？因为甲上帝比起来，甲上帝比起来。人的生命真正是足短暂的。伫长时间当中，就讲到这是上帝，伊是永远存在的上帝，世世代代对经过到永远，伊拢是上帝。摩西伫遮感慨讲：原来人的活命甲上帝比起来，不过是安那，不过是一天的日子对到伫千年的日子，遮尔久长。这么大的比较，所以伫当中，咱就会当发现，人的一生伫上帝的手中，真正是偌尼啊，咱会当讲是微不足道，是偌尼啊细的。所以摩西伫当中，伊用伊的祈祷来讲到，伊确实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基础。当珠山也毋捌生出地甲世界，你也未做成的时阵，对经过到永远，你是上帝，你已经是上帝，你永远是上帝。摩西的祈祷是讲到，上帝伫安那，上帝伫时间还未开始进前，上帝就已经是上帝啊。对这个世界还未开始，对人还毋捌认捌时间的时阵，上帝就已经是上帝啊。摩西佮讲到，伫第3节开始，伊讲伊互人规定这个清图。这个意思就是安那，上帝一开始，一方面是讲到上帝一开始伫创世纪当中，伊咧创造人的时阵，创世纪当中甲人讲安那，上帝是用啥物来做人？是用土，是用土来做人的。所以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其实就是上帝要互人回到伫起初上帝所创造以前的样式尔。所以，这是上帝讲的，恁世间人爱归回，恁世间人爱归回。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嘛是表示讲，人的出世甲死亡，拢是伫上帝的手中；人的创造甲人的离开，拢是伫上帝的手中。换一句话来讲，咱会当讲，人一生的时间，拢伫这位永远的上帝的手内面。所以摩西描述讲，时间对上帝看起来，甲人伫世上的感受是无共款的。千年这么久长的时间，对上帝来讲，对上帝看起来，
可能就亲像暗时困一醒，遮尔啊短暂。摩西嘛，因为安尼来感叹：哦，人的生命真正是遮尔短暂。虽然是安尼，虽然摩西是安尼来感叹，但是安那，伊犹原讹了上帝。上帝世世代代做阮的基础，这就是上帝对世间人上奇妙的疼。上帝对世间人上奇妙的疼，就是对经过到永远。上帝毋是干那存在尔，上帝是伊嘛甲人同在。上帝伊毋是干那存在伫即个世界尔，上帝犹原甲人同在。同在的意思，就是无论人行到伫倒位，无论人徛起伫什么所在，上帝伫其中，伊甲人做伙徛起，因为伊正做人的基础。伫人生人的生命遮尔短暂的时间当中，咱会当甲即位永远的上帝相拄着，这是咱的，这互咱的活命有一个瓦壳，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愿望。咱的一生是有愿望的。咱的人生虽然伫世间遮尔短暂，但是咱的人生是有愿望的。咱的人生是有目标的，因为咱军队即个永远的主，伊互咱的人生有一个会当努力、会当打拼的目标，就是军队伊来行。原来上帝的同在，甲咱想的无共款。上帝的同在对摩西伫当中所分享的，原来上帝的同在甲咱想的无共款。咱讲到伫基础，讲到伫徛起的所在，咱可能真容易会当想到的，就是安那想到一个空间，想到讲哦，我徛起伫即个所在，有一间厝，伫即一间厝当中会当甲帮助我，会当保护我，会当互我免受到伫外口若是咧透风落雨的时阵，我伫即间厝内面真安全。但是摩西伫当中描述的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基础，是啥物基础呢？是时间。上帝的基础毋是空间，是时间。也就是讲，上帝借着时间要来成做咱的基础。这个意思就是，咱的一生犹原徛起伫这个世间，咱感觉咱徛起伫上帝内面。咱是怎样徛起伫上帝内面呢？是因为安那？是因为咱一生的时间拢徛起伫上帝内面，所以咱的一生，咱住伫上帝的同在当中，这毋是一个建筑物，会当互咱感觉咱伫当中真安全。但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基础，是要互咱的活命充满意义的一段时间，是会当互咱的活命。伫咱一生当中，咱会当经历上帝引带，经历上帝的疼痛，互咱会当感觉讲，对，我即马就是住伫上帝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就是因为会死，所以人活着较有意义。就是因为人会死，人的生命对出世开始，就是已经一步一步来往死亡来迈进。虽然是安尼，但是若是伫这段时间当中，若是伫人活着的这段时间当中，无有上帝的同在，安尼阁有啥物款的意义呢？就是因为会死，所以人较会想讲，我伫活着的时阵，我想要做啥物。所以人的一生虽然真短暂，但是人的一生会当来想看觅，我的一生。会当来做啥物？有啥物目标？我会当来努力来打拼。有啥物目标是我军队上帝，我会当做会到的。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嘛是古早时阵嘛无真古早，100几年前来到伫台湾的一个宣教师，伊的名叫李修。这个宣教师呢？咱最近几礼拜拢咧听到一寡宣教的故事。这个
李修这个宣教师呢，其实嘛甲马雅各伊是同款时阵来到伫台湾的这个宣教师。马雅各是来到伫台南，啊李修呢，伊一开始是伫高雄伫遮咧服侍，后来伊个离开高雄到伊伫台湾嘛有真济所在咧传扬福音，甚至是伫当中伊分享福音，无干那到伫南部尔，伊阁到伫伊是第一位到伫东部，到伫台东来宣教的即个宣教师。李修即个宣教师，我特别将伊的年岁甲伊放入来，咱会当看到伊对1840年到伫1879年，伊干那几岁尔？39岁尔。其实伊来到伫台湾，伊宣教无真长的时间，伊阁做少年，39岁的时阵，就因为安那，因为伊当时来到伫台湾的时阵，遐个环境也阁无足好，所以有一寡传染病，伊嘛伫当中，伊就得了即个传染病，所以伊伫39岁的时阵，伊就因为患病来离开。但是伊用伊真短暂的一生，要成做台湾即个土地真侪人的祝福，互真侪人因为伊领受上帝福音。虽然伊的一生敢若39岁尔。对摩西伫诗篇当中所讲的，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永终会当到80岁。其实伊敢若活了一半年呢。但是虽然伊的一生遮尔短暂，但是伊的故事，互咱看到人的活命，毋是敢若看长还是短。人的活命是爱看咱敢有活出上帝的呼召。就是因为会死，所以人活着较有意义。就是因为会死，所以人活着的这段时间，咱咧做啥物货，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代志。伊用伊的一生，李修伊用伊的一生来见证讲，人的活命毋是干那看伊长还是短，乃是看讲伊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去传扬上帝的福音，去见证上帝听，去互更较侪人经历上帝的救恩。这才是人的一生的目标，才是人的一生会当来努力、会打拼的目标。后来摩西继续来讲，到伫诗篇90篇第7节开始，伊就讲到人因为上帝的怒气来消灭，因为上帝愤怒来惊吓。原来上帝将咱的罪孽摆伫伊的面前，上帝将咱稳重的歹、稳重的恶摆伫伊的面光之中。这互咱看起来，为什么人的日子这么短暂？为什么人伫世间的日子这么短呢？原来是因为罪的缘故。原来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上帝生气，所以上帝就消灭这有罪的人。上帝虽然疼罪人，但是上帝无爱这罪。上帝疼所有的人，但是上帝无爱人犯罪。虽然人犯罪，上帝犹原疼人。但是上帝无爱人犯罪，所以也就是因为人的罪激动了上帝的怒气，互上帝生气，所以伊就将咱的罪孽显明出来。虽然讲这是稳重的，人所看袂到的，但是对上帝来讲，伊拢看会到。伊会当将人稳重的歹、稳重的这个罪拢显明出来，要互人感觉讲。伫上帝面前，一切拢是完全透明的，拢是完全无法度稳重的。所以摩西伫这祈祷当中，伊就是咧感叹讲，人的心中，伊的特别摩西伊家己，伊心中所想到是啥物呢？伊心中所想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伊所引带出埃及的这以色列人。
当因离开埃及，开始伫旷野当中生活的时阵，因是怎样犯罪、叛逆、离开上帝的道路？因无信靠上帝，所以上帝就延长因伫旷野当中受苦的日子。人的人生在世日子，拢亲像伫上帝的震怒的下面，咱度尽的年岁，就亲像一声吐气共款。40年对人来讲，真正是真久，特别是对这受苦的人来讲，真正是真久。但是对上帝来讲，40年其实无真久。伊讲一句话，就会当完成啊。但是对人来讲，因伫当中学习了什么货呢？摩西刷落来继续讲，咱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永壮会当到80岁。这70到80，其实毋是代表无代表什么款一定的数字。这是敢若讲人的活命其实有长有短。有一寡人若是永壮会当活较久，若是身体无遐健康，可能就无活较久。其实伫当时的环境当中，人会当活到70、80岁已经是真长寿安尼。因为当时的医疗的环境无亲像今仔日的环境当中，哦，若是破病就会当找医生，医疗就会当甲你医好。其实当时的人若是破病，可能无几工，可能就离开啊。所以伫当时的医疗环境当中，平均的年岁其实无遮尔长，但是摩西伫当中讲的就是，无论是70，无论是80，人的年日其实有长有短，但是无论人的年日是长还是短，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安那劳苦愁烦，其中所夸口的拢是安那。拢是我伫世间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我是怎样伫旷野当中受苦尔？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等到时间来到的时阵，咱就安那，咱就飞去啊，咱就消失啊，咱就离开伫这个世界。摩西这款的感叹，就是咧表达讲。人的活命若是无上帝，咱还阁存什么货呢？人的活命若是无上帝，咱还阁有存什么货呢？不过是劳苦愁烦安尼尔。面对上帝的怒气，咱阁有啥物是咱会当夸口的呢？摩西就继续讲：啥物人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啥物人会当照着你应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兄弟姊妹，咱嘛来回答摩西这个问题，好无？什么人晓得上帝的怒气？什么人会当真正知影上帝的怒气呢？咱的回答是啥物呢？摩西讲到这，伊的心内面就有了这个答案。摩西讲：什么人知影上帝？什么人认捌上帝呢？毋就是咱家己吗？毋就是咱家己吗？咱是上帝的百姓，咱是上帝的儿女，咱应该是上认捌上帝的人，毋是吗？咱应该是上认捌上帝的人，毋是吗？所以摩西会发出这款的感叹，毋是无原因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啊，阁有咱即卖基督徒，其实拢是共款。咱应该晓得上帝公义的人，咱是应该晓得为什么上帝会生气的这款人，为什么咱常常咧做的代志，拢是咧互上帝生气呢？这就是摩西伫当中的感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基督徒，应该是爱明白。为什么上帝生气的这个人？为什么因所做的代志，嘛是拢一直咧互上帝这么生气呢？所以摩西伫当中感叹，伊嘛伫当中回应上帝讲：求你指教我，求你指教我，
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好叫阮会当得到即个智慧的心。即个意思其实就是讲到摩西伫当中讲到，人伫即个困境当中，唯一的出路是啥物？就是爱回转向上帝祈祷，来求上帝指教阮，求上帝怜悯阮。当咱伫咱的活命当中，咧感叹讲，咱的人生为虾米遮尔苦？互咱会当有另外一个机会，来回转找求上帝怜悯，来回转找求上帝怜悯。讲原来上帝的意思是爱咱安尼做，除非上帝赐了智慧，教导人明白怎样敬畏上帝。那无每一个人的活命，拢只是惊同款的结局，就是因为上帝生气来灭亡。若是咱无真正对上帝遐得到智慧，明白咱会当怎样来做，开始敬畏上帝，安尼咱每一个人的结局，拢是惊同款的结局，就是因为上帝生气来灭亡。但是摩西伫遮讲，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伊愿意将咱对罪恶当中来挽回倒转来，互咱会当找到一个人生新的方向，照着上帝所赐的智慧，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咱会当好好啊来过日子，咱会当数算咱家己的日子，互咱知影咱的一生。咱每一天，咱存落来每一天的生活，咱会当怎样为上帝来活？这叫做得到智慧的心。这叫做得到智慧的心。当咱得到对上帝来的智慧，咱会当知影要怎样安排咱每一天的生活，为上帝来活。伫顶礼拜。秀慈姐伫咱当中，甲咱分享即个马雅各的宣告。伫当中，伊就分享伊带伊的学生行即条路，即条路伊叫做是朝圣之路啦，朝圣的路。其实这是朝圣的路，其实真正是每一个基督徒伫咱的活命当中，毋是讲咱一定爱用行的去行。但是咱一生爱去经历上帝是怎样来引带咱，咱去经历上帝恩典。伫欧洲迄个所在有一条路叫做朝圣的路，虽然伊叫做朝圣的路，但是安那，但是其实伊有足侪条啦，伊毋是干那一条尔，但是伊是安那，伊是通到共款一个终点，伫即个欧洲西班牙即个所在。有伫西班牙的西北边有一个叫做圣雅各大教堂，伊即个圣雅各大教堂就是即个朝圣之路的终点。伫即个终点，就是每一个人要行到伫即个所在，就是安那，就是迄条路就叫做是朝圣的路。所以伫当中。为什么是用这个所在呢？因为伫古早时阵，使徒迄个时阵咧传福音的时阵吼，因的世界地图还阁无亲像今仔日安尼，拢知影世界有啥物所在，有啥物所在。因所传福音，伊讲到的地极，就是讲到安那，讲到伫因的陆地的上边啊，就是要挖海，安尼就是安那。就是因已经传到伫地极啦，所以若是对欧洲遮的陆地来看到安那因对差不多以色列迄个所在开始传福音，若是因行陆地，就来到欧洲的上西边，就是到伫大西洋迄边的时阵，上边啊，就是到伫西班牙的遐叫做是地极，伊就讲到这就是传福音的重点，所以。因伫当中，因嘛将伫即个所在起一间教堂，讲是安那，人若是要传到伫终点遐，就是讲到是
雕成之路。人伫当中行的道路，因的目的毋是要行到迄个终点尔，伊的目的是安那？你行到即个终点的过程当中，因经历了啥物货？迄叫做雕成，迄叫做雕成。所以，咱每一个人，咱的活命其实嘛是安尼，是怎样呢？咱每一个人的活命嘛是会对无共款的起点来出发，但是最到落尾，上帝的话会将咱带到倒转来到伫同一条路顶面，通到伫同一个终点，就是即个上帝为咱所备办的迄个终点。上帝透过时间成做咱的基础，代表讲伊一直甲咱同在。虽然咱对无共款的起点出发，但是安那，上帝一直引带咱倒转来。上帝一直引带咱倒转来，到伫即个共款的迄条路，就是要通到伫同一个终点，得到上帝救恩的迄条路。只要咱愿意回转，伊就一直拢伫遮，等到咱会当倒转来，到伫迄条应允的道路顶面。上帝伫当中引带咱，互咱得到智慧的心。互咱会当知影要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经历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的引带。后来，摩西继续来祈祷，伊的祈祷愈来愈心内面愈来愈迫切。伊来问上帝讲：上帝啊，耶和华啊，阮要等到当时呢？阮要等到当时呢？原来摩西伫遮无搁再是一直咧感叹尔。摩西的祈祷开始要向上帝求，向上帝求啥物呢？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恩典临到。摩西向上帝来转回，伫经文当中讲：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上帝，摩西祈祷上帝讲。求上帝来转回，转回意思就是原本上帝无伊的面是无向咱的，但是摩西望上帝的面会当滑倒转来，会当来转回面对咱，互咱会当知影讲哦，原来阮军队，阮是咧军队上帝，互人无搁再因为人的罪而感觉讲哦。我一切所做的，拢是咧惊吓，因为安那，我拢是咧惊我所做的，互上帝生气，我就惊吓。摩西所求的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当上帝我倒转来的时阵，当上帝转过来的时阵，摩西望看到的，毋是迄个足生气的上帝，摩西望看到的是迄个。用笑面帮咱，感觉面容足慈爱、足慈祥的这个上帝，伊要对咱讲：我的生囝，我欢迎你倒转来，我欢迎你倒转来。这就是摩西伊的祈祷。所以摩西伫当中，伊的祈祷，伊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喜乐。摩西祈祷转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喜乐。这个喜乐是甲伊进前所感叹的这个一生充满劳苦愁烦是完全倒并的。摩西感叹的无搁再是劳苦愁烦，摩西祈祷的是求上帝充满喜乐伫咱的活命当中。这表明人的生命若是无上帝，安尼就是干那劳苦愁烦尔。但是人的活命若是有上帝甲咱同在，咱人的活命就充满喜乐伫其中。摩西祈祷的这个喜乐，毋是毋是干那讲我要紧得到这个喜乐安尼尔，甚至是安那经文当中甲咱讲，求你照着你互阮受苦的日子，甲互阮遭难的年岁，叫阮喜乐。
意思就是我过去的年岁当中，阮受苦偌久，求你嘛，互阮喜乐有偌久。这就是这个意思。阮过去伫一生的年日当中，阮的劳苦愁烦有偌久，求你互阮的喜乐嘛有偌久。为什么摩西心中充满这款的喜乐呢？因为安那，因为伊已经回去到伫厝里啦，伊已经回家。回家这个意思，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所讲的，上帝真做咱永远的基础。如今，伊已经展开伊的双手，欢迎咱每一个人倒转来到伫这个厝内面，无搁再有过去的劳苦愁烦。安尼，人的活命哪会袂喜乐呢？人的活命，就是因为咱已经倒转来到上帝的厝内面，咱知影，咱的一生无搁再是劳苦愁烦尔。人的一生，咱的一生已经是经历上帝为咱所备办的迄个喜乐、迄个稳定甲疼痛，因为上帝已经伫厝内面欢迎咱倒转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即马行到伫什么款的地步呢？咱的人生悠然咧追求什么货呢？上帝咧引带咱，伊已经为咱备办即个永远的基础。望咱的人生会当找到即个永远的基础，充满喜乐平安的基础。昨昏阮带阮遮学生做伙去耍一个叫做密室逃脱哈。密室逃脱是啥物呢？就是去开钱，互人甲阮关伫一间房间内面啦。但是安那关伫即个房间内面的目的是啥物呢？是阮就是伫当中有1点钟的时间，会当来想讲要怎样伫即间房间当中要找到啥物款的线索吼，互咱会当去解谜，会当去解出讲哦，我会当去找到一个会当出去的方法就对啊。伫即个过程当中，我袂当讲阮是怎样出来，但是我敢若会当讲哦，伫即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咱就是咧享受讲哦，伫即个解出即个谜题的即个过程当中，当咱解出会当成功，会当成功来离开即间房间，咱的心内面是足喜乐的。咱的人生其实嘛是安尼，咱以前的年日，咱过去的日子，拢是咧互摩西所讲的遮个劳苦愁烦所绑掉的、困掉的。但是安那，但是当咱找到即个，咱会当脱离即个困锁的锁匙，就是上帝的救恩。咱就会当对上帝遐得到一个喜乐的人生。咱过去的年日，可能拢是互人绑掉的，互咱人生的苦难，感觉讲咱的一生就是安尼啊。但是上帝讲无，你的一生无干那是安尼尔。当你找到我，当你倒转来到伫我为你所备办的基础，我要互你看到你的人生有搁较济，你会当经历的对我所来的祝福、稳定甲疼痛。这就是上帝要对咱所讲的。所以摩西到伫伊最后的祈祷当中，伊讲，伊最后祈祷讲，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来显现，愿你的荣光向因的子孙来显明。摩西的祈祷到这个时阵，就亲像是安那，亲像是咧祝祷共款。但是伊的祝祷，伊毋是亲像祭司共款，讲哦，祭司是代表上帝咧为人祝福。摩西的意思是，伊家己伊嘛想要得到对着上帝。嘛是想要对上帝遐来求即个祝福，甲伊的子孙，因的活命当中，拢想要经历即个永远的福分。即个永远的福分是啥物呢？就是伫后来的日子当中，有上帝参与伫
伫咱的人生，安尼伊就无搁再用生气来刑罚咱，伊会引带咱，带领咱，互咱会当活出一个得胜甲丰盛的人生。这就是上帝来引带的，这就是上帝伊的作为，伊的荣光要向咱来显明。兄弟姊妹，摩西的祈祷，甲咱讲到上帝为咱转回啊，上帝为咱转回啊，安尼咱要做啥物会呢？上帝为咱转回，咱要做啥物会呢？咱原本拢是犯罪，互上帝生气的百姓，但是上帝怜悯咱，建立咱手中所做的工，互咱所做的无搁再是互上帝生气，互咱所做的会当是荣光上帝的名。这就是摩西的祈祷所讲的：愿你建立阮手中所做的工，愿你建立阮手中所做的工，互阮所做的工是会当荣光上帝的名，毋是搁一直咧互上帝生气。兄弟姊妹，上帝为咱转回，毋望咱嘛会当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为咱转回。摩西最后的祈祷，毋是干那求上帝做工，是求上帝嘛使用人的手，做成上帝心意所喜悦的工。咱每一个人，咱拢是蒙了上帝怜悯甲拯救的百姓。如今，咱倒转来到伫即个永远的基础当中徛起，愿咱尊老的活命，嘛会当彰显上帝极大的荣耀，彰显上帝极大的荣耀。最后，我要甲各位分享今仔日诗篇90篇伊的题目，伊的标题是安尼：诗篇90篇讲到神灵摩西的祈祷。为什么讲到摩西是神灵呢？意思毋是讲摩西是神，意思是安那？意思是摩西是上帝的人，这叫做神灵。上帝的人，就是伊是有上帝的灵同在，会当成做上帝的代表的迄个人。摩西伫这篇诗篇当中，伊就是徛伫上帝甲人中间，伊要为着以色列人来代求。这篇诗篇就是伊咧为以色列人代求的祈祷。伫摩西一生当中，伊活着的年日，其实甲一般的人比起来，其实并无短暂。伊活着的年日，圣经讲到摩西一生有120岁。伊的人生实际讲是无短暂，但是伊伫伊人生当中的最后的40年，伊较真正是互主来使用，会当活出上帝呼召的这个年岁。咱会当对摩西伊的活命当中学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范，就是伊是怎样伫伊人生落尾的这个40年，伊是怎样为着这群伊所引出的这个悖逆的百姓来代求。诗篇90篇，伊是摩西为着伊所带出来这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向上帝求的主爱甲怜悯。摩西为着以色列人求讲，上帝求你怜悯阮，上帝求你转回，用你的笑面来帮助阮。摩西的祈祷是安尼讲的，伊渴望上帝转回，伊嘛毋望人会当回转。伊渴望上帝转回，伊嘛毋望人会当回转。对安尼，上帝落去转变做慈爱，人对悖逆变做顺服，这就是上帝所做的工。摩西的祈祷一
引带人重新认捌上帝，信靠上帝，并且倒转来到伫即个永远的基础当中，享受甲上帝同在喜乐甲平安。上帝伫当中引带咱，上帝伫当中引带以色列人，到伫今仔日，伊嘛有缘甲咱同在。兄弟姊妹，可能伫咱的活命当中，咱可能嘛感觉讲，咱家己的活命离开上帝，真正是真远。咱可能嘛感觉讲，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伫倒位。但是无论咱过去的日子，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上帝疼咱的心永远无改变。上帝疼你的心永远无改变。伫遮，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上帝无离开咱。虽然咱感觉咱离开上帝真正是真远，但是上帝讲，摩西讲，上帝世世代代要成做咱的基础，因为伊一直甲咱一生的时间同在。伊的主爱无改变，伊成做咱永远的基础。只要咱愿意抬头仰望上帝引带，伊就会用笑面来帮助咱，来引带咱，互咱会当经历上帝疼，互咱会当回转追求上帝怜悯，咱会当活出一个得胜甲丰盛的人生。这是上帝应允，这是上帝借着摩西为咱的代求。愿咱嘛会当照着上帝伫咱当中的引带，照着上帝伫圣经当中怎样引带咱，怎样教导咱，互咱会当为上帝来活，互咱会当用咱的一生回应上帝的呼召，彰显上帝的荣耀。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阮的一生伫上帝的引带当中，阮的一生虽然伫过去的时间，阮所夸口的拢是劳苦愁烦，但是阮知影，伫你的内面，阮有稳定、有平安、有喜乐。阮知影，伫你的内面，阮有永远的盼望。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仰望你，求你引带阮，伫每一天的年日当中，会当晓得要怎样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互阮的一生无搁再是所做的代志，拢一直咧互上帝你来想起，互阮的一生会当得到对你所来智慧的心。会当怎样来数算阮家己的日子，互阮的一生每一天的日子，拢是为你来活。互阮的一生每一天的日子，阮会当安排每一天来彰显上帝你的荣光。求你引带阮，赏赐互阮有即个恩赐，有即个能力，有即个权柄，活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见证上帝你荣耀的名，愿你显明你的疼痛，伫每一个你所疼痛的儿女当中，愿阮的教会伫上帝你的引带当中，更较侪经历上帝你的疼，更较侪彰显上帝你的福音，见证上帝你的福音。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要伫主的面前同心来奉献。借着奉献，咱搁一摆，咱要来仰望上帝，求上帝伫当中引带咱，互咱得到这个智慧的心，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嘛会当怎样数算咱家己的金钱来为主来效力。求上帝引带咱，互咱对上帝所得到的恩典，是真正会当用咱所会当做的，
用咱的心志，愿意回应上帝的心志，用咱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互咱的活命无搁再是劳苦愁烦，互咱的活命会当伫上帝引带当中有喜乐、有平安、有永远的盼望，因为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引带咱，互咱的一生，咱所做的工有上帝来建立，咱所做的工是会当见证上帝的名。请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咱嘛用诗歌来成做咱对上帝的奉献，成做咱对上帝回应伊奇妙的听。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来敬拜你，阿乐你。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阿乐你的名。你是我的连摆，是我的永光，阁是予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威雷攻击我，伫你行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阿乐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永光，阁是予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威雷攻击我，伫你行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虽然对着威雷攻击我，伫你行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的你同在，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丰盛的慈爱，引带你脱离人生的劳苦愁烦，互你的活命满有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临到伫你的活命，互你的活命回转归向上帝，会当甲众兄弟姊妹一同行往公义正直的道路当中。愿赐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来充满你，互你得到智慧的心，佮建立你手中所做的工，互你伫在世日子会当成做上帝荣耀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嘛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两位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用
喂报告，请中青组长东江到地下室组织开会，请中青的组长东江，咱到地下室组织开会，谢谢。